矯形器拉直和舒緩 O 型膝痛，可以嗎？ O 型膝痛是內側軟骨磨損，造成骨磨骨，是一種機械性磨損。病人行路時內側會出現壓痛，會導致關節不穩咔咔作響，膝蓋變成 O 型，肌肉萎縮無力，關節前腫或後脹，如囊腫。若需確診，建議患膝單腳站立拍一張正面 X 光圖。若不處理，長遠影響是患側和對側膝蓋惡化，甚至腰椎惡化側彎。最佳解決方案是佩戴體外機械性矯形器，即隱形拐杖矯形器 K39D。此產品無需訂造，在此產生3點矯力打開膝蓋空隙，避免負重壓痛及消腫，從而轉移負重到正常外側膝蓋，便可無痛行走。病人 X 光可證明佩戴後不會骨磨骨，佩戴後從此不用拐杖，關節有力並可無痛行走。及早處理，避免惡化，可無痛享受人生。以下病人佩戴矯形器後可行走自如和輕鬆上落樓梯及無痛爬山。今後若不想長期佩戴矯形器，就要做3至6個月時間的室內蹲鍛煉，矯正 O 型膝蓋，強化四頭肌，擴闊內側空隙，拉直膝蓋。日後便可減少或免除使用矯形器。鍛煉時必須佩戴矯形器並雙手扶持椅背，避免摔倒。有興趣者請看以下資訊。